你这是要将咱查某囝月芳啊来叫迄个天良啊？啥物叫天良啊？迄个是俊生啊啦！你实在有影闹翻颠呢？吼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咱厝内大大小小代志吼，那我做的决定的哦，决定了就是啊，你莫有意见啦。啊，你嘛是笑亏呢？你既然甲决定的，啊，到你摕你礼单我看迄种，你家己决定好啊嘛。我是尊重你呢，我尊重你是一家之主，所以讲这张礼单摕来互你看卖啊，互你做一个决定呢。一家之主，那呢我讲的代志，我讲的话，你敢要听？当然是无咯。对，啊，我是毋是白讲的？哎呦，安尼做绝对无毋对啦。为着咱查某囝终身的幸福，我安尼安排，迄绝对妥当的啊。啊，搁再讲倒转来，人迄周老爷嘛袂歹啊，家财万贯啦，因兜搁遐尼啊有好业，啊搁有地位，咱查某囝来嫁了后，哎呦，迄后半世人吼，荣华富贵都嘛享宴不尽。你吼规头壳哦，拢敢若钱尔。恁查某囝甲你共款啦，人俗语咧讲啦，有其庙哦，标其女啦。倒一担。你讲即句话啥物意思啊？你今仔甲我超切我好势哦，无你即摆是咧甲我讹落，还是咧甲我糟蹋哈？又在你遐咧想啦，我毋管啦，迄啲代志吼，我已经决定落去啊！我要照即张礼单顶面的物件吼，来甲咱查某囝合嫁妆。月芳爱终身大事吼，我要早一日该完成啦。妈呀！啊，大姐暗啊，你毋入去困，你是咧想啥？唉，搁较想嘛是想我的宝贝仔囝。哎哟，啊，咱即马吼无简单哦，咱个囡仔已经找着啊，你有啥好想的？哎呦，阿某的，你毋知影啦。我呢哦，甲咱囝见面的时阵哦，我有一个感觉呢，感觉讲哦，阮两个哦无迄个白家缘呢。哎哟，你莫乌白想啊啦！你无想看觅咱迄后生，甲咱离开要20年啊，免讲嘛吼，你有迄感觉啊？唉，你安尼讲是无毋对啦。也毋过哦，我安怎感觉吼？我感觉吼，伊敢若毋是我的囝，颠倒吼，年你咧吼，伊较是我的囝呢。哎哟，那你安尼想都毋对啊啦！你无想看觅啊，咱迄囝甲咱失踪遐久，啊吼伊吼食别人的水米，当然嘛较胜别人。啊，你袂用个吼，定定讲吼，下咱日底臭头烂伊甲咱买台纸条尔，你拢认为迄个是你的囝啊？好啊啦。啊，当吼客囝有，亲生囝也找着啊，你就应该心满意足啊，莫阁想遐济啊啦，暗啊啦，入来休困吼。伊要阁困哦。高芬啊，来，趁即摆无人紧出来啦，已经到啊。高芬啊，到啊啦。相公，安尼敢好？三更半暝去叫你的朋友。袂要紧啦，虽然讲金发堂吼，甲咱的头家共款，毋过伊私底下吼，甲我私交足好的，敢若好朋友啦。搁再讲，咱吼还一张闪票，莫互恁阿爹甲恁阿娘找着吼，安尼咱有才法度做伙啊。高芬啊，先转啦，哈，你先转啦。你话八卦伤着啊吼！啊好啊，你会搞怪啊，准备甲你哄起来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冲，四冲生八卦，我就把你挂掉。哇！啊，安尼无够硬。好势溜溜，嘿，高芬啊，先转啦，啊，来，有要紧吧？不要紧，我头壳痛。哦，你安尼用安尼，互我惊一个了。像我像咧弄门啊！歹势啦，
小贵的，是我啦，你会认得无？柯公主哦，啊，你向我老师代志。就安尼啦。有要紧的代志吼，想要麻烦恁头家一个啦。头家有伫的无？哦，阮头家有啊，我伫的，来，麻烦你啦，麻烦你。来大芬啊，行啦。你搭一个高囡啊，啥物唔算会甲我这样啊呢？好，莫我抓着。好啊，唔食囝，唔食囝，命我是狗囡仔，我唔迄狗上细食迄群囡仔，叫做狗囡仔。换你莫互我拄着，你若互我拄着，你咪甲只去瑞死。柯公主啊，你若遮喊你行呢？头家啊，足歹势了。遮暗嘛吼，阮翁仔某过来遮甲你作做，是安尼啦。想讲要麻烦你吼，阮翁仔某想要来这个所在吼，借大几工啊。哎哟，来到我遮，哪会着讲借大啦？看你要住偌久哦，欢迎你做你甲住落来。搁再讲啦，咱像我去伫山顶咧找药材的时阵，若咧找无，你拢甲我斗3工，即我都要找无时间好甲你报答的啊。头家啊，等吼，咱咧药草咧交往，迄算生意买卖啊。但是吼，我来你这个所在借大，我厝租绝对会照纳啦。哎呦，厝租迄免讲啦，看你要住偌久，欢迎你住落去。对啦，阿发啦，咱内底吼，迄房间迄上大间吼，去甲整理好势。哦，是我即摆来整理。好。多谢啦，头家。对啦，公主啊，你家己嘛有厝，哪会翁仔某带要来我遮住呢？好啦，当作吼，我无问啦吼。有影，头家啊，我看你吼，你时仔拢足无闲，爱看一病人，即摆遐晚，无你先休困啦，你先去休困啦。好，无靠我吼，发来遐若整理好啊，会叫恁入去啦吼。我先过时哦，吼。相公，你即摆毋着紧转去，要无吼，你个客爸客母若转来，看无你要安怎？这啊，袂要紧啦，你煞袂记诶，爸甲母啊吼，即摆去陈家要认亲生后生，也无伫咧厝诶啊。我即摆若赶转去厝诶，嘛是一个人，我想讲吼，要加陪你2工啊。高芬啊，来，紧来，趁烧。酒啊，紧食。相公，你哪会遐麻烦啦？我若要食物件吼，我会甲你摕啊。我是想讲吼，这头家甲我是好朋友，甲你也无遐熟悉啊。我是惊吼，你较袂习惯。我毋知来讲安尼加留一个，传一下食互你食。你变遐晦气啦！我毋是3岁囡仔，捌倒枵吼，我自然去外面找物件来食啊。对啦。你若无转去厝，客爸客母若转来，找无你要安怎？好啦，要无我听你的话，我转来吼，草厝看一撮。假使若讲无啥物代志吼，我再搁过来啦。高芬啊，趁小紧食。我知啦，我恁爱说伊嘿。我知影。哇！你真正有够会使食呢，看到物件就青。迄阳间的人巴肚都会枵啊，怎么阴间的敢袂枵呀？无哪有2字叫做枵鬼对？你枵鬼哦，我当毋是枵鬼咧。你真正甲命叫做枵鬼哦？你这个人真正安尼就算船过水无痕啊！你无想讲你一路上要来甲恁相公相会，是啥物人甲你斗3工，你才会当来？迄若无我对伫你的身躯边哦，莫讲啥啦，干那讲去迄间药房遐就好啊啦。你早就去迄个门头顶的八卦，甲你烧甲变火灰啊啦！好嘛，莫生气做你食啦，功劳拢你的嘛。安尼嘛才甲差不多。兄弟，来，小姐，来，小姐，多谢。阿囝呀，紧出来！爸，你转来啊？嘿啦。我甲你讲，我专工吼，传这个咱这个陈阿庆吼，要来厝的，这我客家啦，你客家？客家。哦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好佳哉，等老爷袂认得我，
那呢我就较放心嘛。阿囝，可你若在咧讲出啦，我去传我新妇出来，就安尼啦。就吼，我有听你讲讲恁某吼，甲即个阿静吼，因查某囝讲安尼足共啦，所以我毋知讲专工带你来看卖哩。爸，阮某吼，伊无伫会出去啦。哎呦，那会遐拄好，趁机去拍大财空。无要紧，反正敢若佫有机会啊，同我见面的啦。哦，你某会去倒啦？就讲要转去后头厝啦。哦，亲家，讲转去后头厝。安尼哦，我咧讲食拄好吼，无安尼啦，你某也无伫个，无你规气甲阿爸吼，来去阿静因兜来去遐大几工啊，先煞吼准备食喜酒。